做媽媽喺屋企入面咧，千祈唔好太強勢喎。你喺工作入面強勢咧冇問題嘅，出街做大女人都得，但翻到屋企咧就要變翻做一個女人仔噶啦。想屋企和睦，仔女發展順利嘅話咧，做媽媽翻屋企咧就要放低姿態，低調啲。謙虛啲，溫柔啲。如果一有事咧，就大大聲講話呢件事一定要聽我嘅，唔得都要得啊！嗱，呢啲咧就係強勢啦，咁樣會影響孩子成長，會變得怕事啦，冇主見啦。長大咗之後咧，都會變得好冇自信嘅。但係如果你換個方式，換個語氣咁講如果呢件事咁樣做，又會唔會好啲呢？你都可以俾下意見喎。如果兩個方法都唔係幾好嘅話咧，我哋一齊再諗下辦法，睇下有冇更好嘅處理方式啦。咁樣可以有商有量嘅方式，並且咧係以溫柔但係有立場嘅溝通模式嘅話咧，不但可以令到個親子關係更加有黏度，互相尊重，而且仲可以令個孩子成長嘅過程咧，慢慢去建立佢嘅自信，讓佢感到喺屋企咧係有愛，並且係受尊重嘅。日後更大機會可以成為一個有自主、能夠獨當一面處事嘅人㗎。